1月11日，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，我是丹妮。今仔日透早，咱先赶紧来关心古巴南部车闸小连续发生2届大地震，一届是5.9，一届是6.8。加在是无发海啸的警报，而且嘛无人伤亡。古巴中日早起发生去风台扫过，造成大停电，而且有的所在还阁当伫咧修理，电也未来。一届阁去拄到地震，百姓是感觉真惊吓。 甚至有的所在还阁爆发小规模的抗议。古巴的南部连续发生2遍强烈地震，真侪厝的墙尾啊、砖啊甲落来，表面壁损，厝顶崩落，道路顶的电火条啊也摇摇摆摆，真侪民众惊甲走到厝外。发生者报道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报告内面讲，这2遍地震容量1点钟。 第2遍的规模6.8，深度23.5公里，震央伫咧古巴东南部格兰马省马托洛梅马索南平40公里的海底。因那第1遍规模是5.9，震央差不多东部、中部拢有感觉。En otras ocasiones hemos sentido sismos, pero no tan fuerte como se sintió ahora. 地震发生的时阵，古巴的百姓也讲伫咧大停电、加飓风拄过境的困境。吹落飓风拉斐尔侵袭古巴的西部，造成国家电力系统中断，几落百栋厝损害，几落10万人撤离。伫吹背部分地区已经有电，不过也未修理好势地区的民众生活是真无方便。古巴第10届才受到飓风奥斯卡侵袭，电厂各种停机，全国大停电，修理阁无顺利，真侪所在发生小规模的抗议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